睡了吗？正要睡，晚安。这就睡了，还能睡得着？一点都不热情，肯定不是第一次谈恋爱。小二，你还没睡呢？没，准备睡了。现在睡。晚安，晚安。睡着了？老周，你猜我找到什么了？找到什么了？这是我在陈宇的白大褂里边找到的，口红、橡皮筋，罪证确凿了吧？明天我就去揭穿他。好，祝你好运。加油！今天这堂课，我们来讲一下中国现代文学。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。那社会分析小说的开拓者茅盾先生，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。有谁来回答一下社会分析小说的代表作品？喂，你能不能等我看完这一段再举手啊？真精彩啊！对不起啊，本能反应。周晓，你来回答一下。我看你这个表情，好像对这个问题很有见解嘛。那个真没有，我好了，坐下吧。茅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呢，接下来我们讲检材处理的第一步预处理，对检验材料进行检材制备，调整酸碱性，去除蛋白及进行结合物的解离等。其中，去除蛋白质的主要方法有：认真听讲。我很认真啊。你还看呀？我说了吗？真精彩。其中，去除蛋白质的主要方法有：